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初2，耶利米书29章11安尼讲：耶和华讲，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，是想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讲灾厄，要互恁背景有盼望。三甲来祈祷，想赐平安，互阮有盼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智慧，你是阮的帮站，你是阮的倚靠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救赎的恩典甲疼痛，互阮通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也互阮通脱出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一样无比的疼，只有你通赏赐，也只有你欢喜互阮。阮就是一世人，也无法度报答，只有不断来学习，搁学习，不停感谢，搁感谢。主啊！当阮拄着灾厄时，常常掠做是你在刑罚阮，也埋怨你互阮所受的，总是你对阮讲，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想赐平安，毋是讲灾厄，也要互阮每景有盼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